武俠小說或者啲電視劇裏邊咧，經常我哋可以見到武學高人修練武功，然後練成金剛不壞之身。咁但係現實中人嘅身軀呢，畢竟係有血有肉不可能無法破壞生老病死呢個整定噶嘛，更加係自然界無可抗拒嘅自然規律。你睇有邊個未死嘅？皇帝一樣死。一切生命體喺死亡之後都會被咩啊？被細菌侵蝕，跟住成身化解。我哋呢個頭咁靚仔就變成幾個窿，冇晒。喺現代嘅醫學中，人們可以借助一啲防腐嘅化學物質，將人或者動物嗰個遺體呢係保存落嚟。嗱，比如講最常見嘅福爾馬林啦，而家好慘咪有人攞福爾馬林咧淋菜俾我哋食嘅。咁但係喺湖南長沙平江縣福壽山頂一直流傳住一個神秘嘅傳言，講咩啊？就話山頂有一個道觀裏邊隱藏住一具有幾百年時間但係肉身不腐嘅人喎。哇！真定假㗎？距離長沙市大約70幾公里嘅平江縣福壽山，最高海拔1573米。得知喺呢度一直流傳住一具不腐肉身嘅傳言，我哋準備前往當地一探究竟。祖師岩位於福壽山頂一旁嘅懸崖邊上，唔上山頂你好難發現呢個隱藏喺草木之中嘅道觀。喺祖師岩唯一嘅道人吳慶根嘅帶領下，我哋嚟到咗正殿，但係大殿之內既唔供奉神像，亦冇任何雕像或者圖騰，即係喺幕布之下安放咗一個神位，上面寫住陳大真人福旨。好多道教人士都流傳話，祖師岩內有清朝陳大真人嘅不腐真身，但好少有人親眼見。有人堅信呢個係真嘅，但有人都話呢個根本就謠傳，觀內供奉嘅只係一尊雕像而已。咁事實又係點樣呢？正當我哋就此疑問詢問吳慶根嗰陣，佢嘅回答就閃爍其詞。呢個喺山頂上獨自生活咗20幾年嘅老人，喺匆忙卜卦之後，就對我哋話：今日不合時宜。面對婉言謝絕嘅老人家，我哋心裏邊不禁產生咗一種懷疑啦。唔通傳言中嘅不腐肉身係流嘢？嗱，隨行嘅岳陽道教協會副秘書長佢就戴立明同阿吳慶根再三溝通之後，吳慶根就話：唉，好啦，終於勉強應承咗我哋嘅拍攝要求，同意帶我哋前往後邊一個密室去拍嘢噃。反正我們不進去裡面，好吧？這都是站到門口，這就沒辦法了。吳慶根將我哋領到道觀嘅閣樓上，打開一把大鎖之後，佢再換鞋行咗入去。好明顯，閣樓經過特別嘅設計，雖然住喺房屋嘅深處，但一束柔和嘅陽光依然可以照射到閣樓嘅內部。呢個時候，我哋先至能夠真正見到呢一具不腐嘅肉身。肉身呈坐姿，佢嘅身上着住道袍，腳上着住鞋，手上用白布包裹，面係用面具遮蓋住。蓋喺面上嘅面具仲雕刻出咗人嘅五官同埋鬍鬚。由於吳慶根唔同意將戴喺乾屍面上嘅面具除落嚟，所以我哋冇辦法睇到面具下邊呢一位陳大真人嘅真容。究竟後人點解要幫佢戴上咁詭異嘅面具呢？他的臉部是廟宇為了保證他的儀容比較端莊，所以就給他戴上了一個面具，一個木質的面具。那你有沒有見過他那個沒戴面具的樣子？沒戴面具的樣子我不敢看，對，有點敬畏吧。
咁樣呢一具被包裹到嚴嚴實實，隱藏喺道觀閣樓裏邊，受人頂禮膜拜嘅屍身，又係咪真正嘅不腐肉身呢？真實性比較大。一個是根據他的那個腳的這個處理，就坐姿的處理，就是他坐的那把椅子是個藤椅，下面是窩下去的。如果是完全是木頭做的，就不會出現這個。嗱，佢介紹呢一具不腐肉身嘅俗名姓陳，名超顯，瀏陽人士，生於清朝康熙年間，死於雍正6年，距今有288年。喺祖師岩道長吳慶根嘅口中，我哋仲了解到關於陳超顯一啲故事。相傳佢由裁縫出身，中年受道就出家。他是我們北鄉沙縣人，他家裏是很苦很苦的，但是他家的苦，他說他出去做衣服的時候，他每次做衣服，人家都搞的東西啊，吃的東西啊，是吧？他家裏沒有啊，他都是不吃。父親母親沒有吃過的東西，他不吃。後來別人看尊重他，偷偷的把這個一些好的東西送給家裏面，送到了家裏面，告訴他，我今天是給你父母親送過去了，這個東西他們吃到了，所以這個裁縫啊，陳大真人啊，他才吃。最後已經人知道了，他這個人很孝順。父母唔食，佢就唔食，咁樣嘅孝順嘅人，自然受到大家嘅尊敬。苦修數年之後，1723年，陳超顯辭世。但係佢死後屍體卻離奇咁冇腐爛，於是大家自然將呢一切同佢嘅孝心同埋道行就聯繫喺一齊啦。佢嘅弟子們將佢嘅肉身用衣物裹好，戴上面具，仲擔心有人會偷睇師傅嘅肉身，再將佢藏匿喺道觀嘅閣樓裏邊，極少向外人展示，亦都唔以真面目示人。僅僅喺樓下嘅大殿裏邊放上神位，供人參拜。一個人修得好啊，等到他的身啊已經斷氣了，不腐爛，他有開我們外內臟有一種真氣，就是內臟風乾自己的遺體。這種真氣是靠修道在裡面才產這種真氣，才能保得自己的那個遺體去。陳超顯能夠喺死亡咁多年之後，屍體依然保持完好，佢嘅弟子們認為呢個陳大真人修成咗正果，因而屍身不腐咁。但係科學嘅解釋又係點樣啊？嗱，喺採訪過程中，我哋又得知喺平江縣嘅石牛寨，亦都存在咗一具乾屍。點解喺一個唔大都唔算好大嘅縣城裏邊，竟然會出現咗兩具乾屍呢？平江石牛寨位於湘鄂贛3省交界嘅莽莽群山中，呢度有座寺廟，廟裏邊隱藏咗一具神秘嘅古代乾屍。而第一個了解呢件事嘅人個名叫做彭以達，喺20幾年前，佢揾到咗呢一座名為大仙寺嘅寺廟。喺講明來意之後，寺廟個道長將彭以達帶到寺廟旁邊一間暗室裏邊。呢間暗室就正係通往乾屍位置嘅入口。喺漆黑嘅暗道裏邊，彭以達近距離咁觀察咗呢一具神秘嘅乾屍。眼前呢一具乾屍被着上咗厚厚嘅衣服。最為奇特嘅係神像嘅關節居然可以活動自如，仔細觀察之後，仲能夠清晰睇到佢手背上突出嘅血管同埋指甲。都把他手做遠了，把他手人都做遠，沒什麼在。就幹了，就幹了。呢一具乾屍究竟係邊個呢？古寨乾屍身上所着嘅服裝，明顯刻畫有陰陽八卦嘅圖案，
屬於典型嘅道教裝束，而當地人都呼乾屍為張大仙，咁又講明咩呢？過去盛行道教的時候啊，那些道士們呢，就兩個想法，一個是長生不老，二個是死了以後呢，這個屍仍然保存，所以他們都有這種願望啊，所以他們就一直都有人搞這個玩意。根據道教文化啲特點，彭爾達認為古寨乾屍嘅身份亦都唔能夠排除同道教有關。而呢個時候，一本古老嘅家譜上記載一個故事，引起佢個注意。字無烈，號最善，生於道光18年，死於民國5年，終年77歲。羽化為肉體，遠近祭祀。家譜上描述嘅係一位叫做張無烈嘅道士，佢得道成仙嘅故事，其中特別提到咗羽化為肉體呢個細節。咁樣呢個就是否意味住古寨乾屍嘅身份就係家譜上所記載嘅張無烈呢？彭爾達馬上揾到咗呢本族譜嘅主人張標榜。這是我祖父遺願啊，那個都是必然之的，是我的祖父遺願啊，這是個意向性啊，先天性，是吧？我應該保證。原來古寨乾屍嘅身份正係族譜上所記載嘅張無烈。據講，張無烈生前係當地有名嘅道長，武功高強，尤其擅長醫術，經常幫助附近山民療病傷，而且藥到病除。佢死之前，張無烈就吩咐後代將其肉身做成乾屍，移於山中長年香煙供奉。而家張無烈嘅乾屍至今已經有90幾年，依然保存完好。咁樣，當年張家人究竟用咗咩神秘嘅辦法，讓屍體裸露空氣外接近100年都唔爛呢？在他死前幾年就辟谷了，就不吃飯了，每一天呢就靠3顆紅棗來維持那個微牛的生命，口裏邊呢要填進很多香料，那些香料呢都是殺菌啊、防腐啊，有推道的功能。喺清朝時期潮濕嘅南方，如此簡單嘅辦法製作出一具乾屍，並且保存完好，不得不說係一個奇蹟。但係有專家認為啦，呢種辦法其實根本冇辦法製作出乾屍，呢個其中一定仲藏有其他嘅秘密。咁樣呢啲得道真人嘅屍身不腐，仲有咩其他嘅秘密冇呢？喺離湖南無遠嘅安徽省安慶市有一座寺廟裏邊，幾年前呢度出現咗一尊不腐嘅肉身，即係唔會爛嘅。而呢一尊肉身亦都係迄今為止最近出現嘅不腐嘅肉身。知道有咁嘅情況，我哋即刻就奔赴安徽，喺安慶嘅呢座寺廟裏邊，咁我哋能否最終破解到呢個得道高人肉身不腐嘅謎團呢？元普寺位於安徽安慶市五橫鄉嘅大山腳下，周圍人煙稀少，地處環境極為偏僻。喺10幾年前，元普寺仲係一座只有2間磚瓦房嘅小廟，但自從2009年以嚟，中聖和尚嘅肉身出現之後，元普寺變得名聲大噪。照片中呢位老人，佢就釋中聖，佢係元普寺喺92年重修後嘅第一任住持。2006年80歲嘅釋中聖圓寂。釋中聖去世3年之後，2009年嘅2月初5，人們將中聖和尚嘅坐化缸喺密閉嘅亭裏邊抬出嚟，為佢舉行一場盛大嘅儀式。喺眾人嘅矚目下，開缸之後，又一尊不腐嘅屍身出現喺我哋眼前。
佢嘅屍身依然保持坐姿嘅狀態，面部五官清晰可見。更加讓人稱奇嘅係，喺3年前釋宗聖下葬嗰陣，按照佛教禮儀同佢做咗淨身儀式，但3年後開光嗰陣，大家發現佢死後原本乾淨嘅頭上居然又生出咗頭髮。頭髮呢長了2陣烏黑的黑頭髮。那個指甲蓋也長出來了，就像現在的那個小姑娘那個指甲蓋一樣，長長尖尖的那一種的。雖然也奇怪，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也不懂。人體死亡之後，唔單止屍身冇腐爛，而且仲生出咗毛髮同埋指甲。呢個究竟係咩原因？點解呢種肉身不腐嘅現象僅出現喺呢啲宗教人士嘅範圍內呢？唔通呢種現象出現真係同宗教信仰有某種關聯？經過多方打聽之後，我哋終於喺安慶嘅涼亭鄉中學附近揾到咗釋宗聖和尚嘅家人。呢一位佢就陳憶蓮，佢係宗聖和尚出家之前嘅老婆。釋宗聖出家之後，佢就同個女生活喺一齊。原來釋宗聖出家之前嘅俗名佢就陳有陽，安慶涼亭鄉人。我56年，我是55年結婚的。陳有陽喺66歲嗰年，因為遭遇一場重大嘅人生變故，從此就信咗佛教。1992年皈依佛門，就喺元普寺擔任住持工作，直到06年去世。喺採訪嘅過程中，我哋疑點重重。點解肉身不腐僅僅出現喺呢啲宗教人士當中？點解睇似好普通嘅木炭啊、石灰啊、香料啊，佢能夠保護佢哋嘅屍身唔會破壞呢？又點解喺佢哋死亡之後，髮毛啊、指甲啊仲繼續喺度生長？分析呢啲例子呢，其中有一個好得意嘅共同點就係咩？佢哋啊喺臨終之前有好長一段時間呢，極少進食，即係唔多食嘢噶。嗱，比如平江嘅道教人士講究咩啊？叫做辟谷，亦即係不食五穀。呢個喺道教中係好出名嘅一種修煉方式。而安慶嘅老和尚釋宗聖，佢患有食道癌，生前同樣好少食嘢。揾到咁樣一個共同點，又能講明咩問題呢？係嗱，講過之後，繼續為你解密道觀乾屍之謎。極少進食，成就100年不腐乾屍。他如果死亡以後，不經過任何處理的話，應該很快就會腐敗。逆轉腐爛需要何種外界條件呢？腐爛以後，那個細胞就分解了，細胞一分解就會腐敗。解密彈道即將為你解密。我剛才講咗喺湖南省平江縣同埋安徽省嘅安慶市，都出現咗幾具不腐嘅乾屍。呢啲乾屍生前呢都係宗教人士，而離奇嘅係有啲喺死後毛髮同埋指甲繼續喺度生長。咁啊，關於乾屍點解不腐，疑點真係好多。分析呢啲例子之後，嗱，我哋發現一個共同點。佢哋喺臨終之前呢，有好長一段時間係基本上唔食嘢嘅，絕少進食。咁呢個共同點會唔會就係解開乾屍不腐之謎嘅關鍵呢？黃學英，安徽醫科大學解剖教研室博士，研究醫學解剖工作有10幾年時間。喺了解咗呢啲不腐肉身嘅相關情況之後，佢好快作出咗分析。因為這個人體啊，或者是動物，它如果死亡以後，不經過任何處理的話，應該很快就會腐敗的。據黃學英介紹，屍體嘅腐敗係一個睇似複雜但係又簡單嘅化學變化過程。呢個其中關鍵就係體內細菌同細胞裏邊嘅溶酶體啊。但是集體死亡以後，那個組織細胞缺氧以後呢，大量那個腐敗細菌呢就開始繁殖，
这个细菌呢，在繁殖的时候呢，它产生了大量的毒素。这个毒素呢，就是那个溶酶体呢破裂。溶酶体一旦破裂以后，它这个酶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把这个碳质、蛋白质就分解掉了。分解了以后呢，这个细胞就分解了。细胞一分解，组织就腐败。所以一般那个腐败的尸体呢，它不仅尸體腐敗，而且還含有大量的細菌和毒素。但黃學英認為呢個只係屍體保存嘅理想狀態，喺自然界中要做到屍身不腐，仲需要更多嘅條件滿足。常年焚香嘅寺廟亦構成一個乾燥嘅小空間，而逝者本身高壽並且身體消瘦，咁樣體內嘅蛋白質嘅含量比較低。加上死者生前好少進食，大大減少咗腸道裏邊細菌滋生同埋體內蛋白質嘅吸收。最後，由於死者係宗教人士，呢個對於普通民眾嚟講，亦就富有神秘感。死後往往得以妥善嘅安置，因而佢哋不腐嘅身體能夠保存幾百年之久。對於釋宗聖老和尚喺死後點解頭髮指甲仲能夠繼續生長呢？目前科學界對呢個現象仲未能夠完全給出一種合理嘅解釋，但可以推測嘅係醫學界宣佈嘅死亡係叫做腦死亡。人體腦死亡之後，部分角質細胞好有可能仲處於存活嘅狀態。喺啲殘餘有機物嘅作用下，使到人體屍身仲能夠繼續生出部分嘅頭髮同埋指甲。其實不腐肉身喺現代科學面前已經唔係咁神秘嘅啦。但係喺我哋總結呢一次採訪嗰陣，我哋聽到更多嘅就係呢啲宗教人士生前嘅故事。佢哋都有一個共同點，點樣啊？大家可以學下嘅，真係無私。慈祥、孝順、與世無爭，處處留善，我都係咁嘅人嚟嘅。或者呢個就係佢哋死後故事依然口口相傳嘅原因。而呢啲人格嘅閃光點，就同佢哋嘅肉身同樣重要嘅文化財寶。好啦，你知道我總結性發言係咩呢？就話多謝你哋收睇今日嘅解密行動。一定要做過我正話講嘅嗰種人，咁就話唔定日後真係你升天之後，你嘅身都會不腐啊！下一期節目再見，拜拜。